1942年秋天，香港淪陷嘅第2年，日軍客貨輪里斯本丸載住1816名英軍戰俘前往日本。當船駛近浙江省嘅時候，被美軍潛艇魚雷擊中。里斯本丸並冇懸掛任何表明身份嘅旗幟，為咗避免美國潛艇嘅偵察，佢一路靠近中國海岸線航行。10月1日，當駛到東極島對開海域嘅時候，一直隨後跟蹤嘅美國潛艇鱸魚號向佢發射6枚魚雷，其中1枚擊中燃料艙。In the hold, suddenly there was a very, very loud explosion, a loud bang. 1日之後，里斯本丸終於沉沒。因為個水流實在太大，咁我哋將我哋帶嚟嗰4個浮泡咧已經綁晒，咁啊亦都咧係掟咗落海，咁啊變咗咧我哋斷定咗呢個里斯本丸嘅位置。咁因為咧嗰個浪咧有成10幾20尺高，咁成7級颶風，咁其實咧對我哋嘅潛水員咧會造成一定嘅危險嘅，因為我哋跳落水嘅時候可能會撞到個船身啦。咁尤其是喺翻嚟嘅情況之下咧，爬上嚟嘅時候因為爬唔到咧，可能會冚到個頭啊，或者話會受傷啊，會休克啊。咁同埋呢個流咁急咧，基本上可能會衝咗我哋好遠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哋決定唔落水。希望咧就聽日咧個風勢會減弱啦，咁向呢個驚濤駭浪咧撲鬥同埋呢個前進。